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着做段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5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35页。对头仔算倒来呢，已经解说甲第6节。对头仔算倒来，已经解说甲第6节。就是解说甲不以为信，即以无该行。即卖呢，应该所来解说下面，就是逆境付出事业，道不离果。逆境就是讲你现做时啦，即个付呢，就是自付，就是自私。就是讲你自己呢，靠讲你念法华经已经念了3000部，安尼叫做付出事业。因为伊出家来，甲现在时伊伫咧修的，就是念法华经，而且呢，已经念了3000部啦。对于念法华经念3000部这项代志，伊念记在心中。所以才讲做逆境付出事业，道不离果。讲你呢，拢毋知影讲你安尼自己有过失。意思就是讲，你念法华经这是真好，无毋对啦。但是因为你念法华经生起一种控告五慢，那这就是由念法华经所引起的一种过失。你呢自己都毋知，应该就是讲你念10000部，搁再会当了解其中的道理，也无以为讲你真了不起，安尼才对啦。下面讲天五基月，天五基月，这个基的下面呢，也是共款啦，迄个圆箍毋免。天五基月这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讲你听我来讲这个基啦。讲礼本节万动，调下不至地，有我罪则生忘讲服务比。这个礼呢，就是礼拜；这个本就是本来。讲礼拜本来呢，就是要来接迄个万动。那这个接，就是讲要将那个熬回长啦。这个阿回灯也就是讲要甲伊去掉，要甲伊打消的意思。这个动就是动翻，啥物叫做万动呢？就是讲迄个5万心高举，就是讲迄个5万心，控5万心呢，心真悬。就敢若像讲一个动翻也菜咧，伫迄个所在真悬共款。所以这个万动就是表示心的控告。讲礼拜呢，本来就是要将咱的控告心来甲折服掉。这是咱拜佛啦，或者是讲拜善知识的最重要的所在。咱对佛法有相当虔诚信仰的人。这个骹骨才会软，骹头才会软，才会肯讲看到佛就甲拜，看到善知识就甲拜。假如讲对佛教若是无信仰，或者是讲对佛教的信仰无虔诚的人像是是讲伊看到佛要甲拜呢，伊嘛安尼拜袂落。看到人更加较免讲。你嘛是人，我嘛是人，我拜你啥物代志这就是心中有一份迄个控告5万心。所以在前面，咱慧能大师甲法达讲心中必有物就是讲在心里内底一定有一个物件伫咧。那这个物件，或者是学问，或者是本事，或者是金钱地位。个人心肝所存的一项物件是无共款
但是即个社会人家人讲伊以为讲伊真有钱，或者是讲伊呢以为讲伊真有地位，真了不起当然呢，伊若肯甲你拜呢，毋甲你拜，那就是有一个旷过我慢心。要叫你拜，就是要将即个旷过我慢心来甲你去掉。特别讲头下不值地啦。讲你即个头为什么无要拜甲涂骹落去呢？你要接即个万堂，那就爱好好拜，头壳都爱拜甲涂骹落才对啊。为什么即个头壳毋拜甲涂骹落去呢？讲有我罪则成忘讲服务比。讲若是有一个我安尼即个罪呢就生了。忘讲呢福啦，才会当互无比。在机关有安尼讲因为是无智慧所以呢，才分别有一个我。若是以智慧来去甲伊观察，实在无一个我。我到底是在什么所在呢？或者是在头，或者是在骹，或者是在咱的手，到底是在什么所在？一来去甲伊观察，在这个心中根本无一个我的存在。在原人论观来讲啦，讲形骸之色思理之心，从无始劫以来因为因缘力的缘故，念念生灭，相续无穷。那这个身心是假好合的物件，事实上呢是无一个我的存在。但是这个凡夫不觉，该执讲这就是一个我，也由对这个我真正该保守，结果呢就起了贪嗔痴等等的这三毒，也有这个三毒就发出了咱身躯的杀毒淫、吹恶口量、是妄言绮语，来做一切罪业。伫这所在，六祖慧能大师甲伊讲：有我即罪生就是讲我慢这是有我中的一项。即个发达法师，伊自己呢以为讲伊上法华经3000部，伊真了不起，所以呢就对人生起这种慢心。那这呢就是由伊的我慢就生起了罪业。什么罪业呢？就是轻慢善知识的罪业。咱必须了解，在学习修行的过程中对善知识的轻慢这个罪过呢，实在是无量。在这个所在呢，我可以来提一个过去我所了解的一个事实。其中一个人的下场，就是讲以后的结果啦，摕来这个所在，互咱各位做参考。在差不多20多年前，在咱台湾有出一个，你若甲伊讲伊这个心理有问题，也会使甲伊讲心理有问题。那就是讲伊的野心真大，伊的我慢心真重。迄当阵呢，伊想讲，伊将这佛门中的长老若甲伊打倒呢，伊就会当互来做头，会当互来领导佛教。那这款的想法呢，完全是错误。因为在迄个时阵伊根本呢都无出家修行。你无出家修行，你要如何来打倒这长老呢？伊要打倒的对象，拢是这老长老。你若讲较少岁啦，或者是讲无啥物有名的啦，也阁无互伊看在眼内。在迄当时阵，比如讲南定老法师啦、印顺老法师啦，或者是讲白光长老啦、道元老和尚因遮的人迄当阵拢是领导佛教的遮的长老。
因呢就是要打倒这个长老，每一个长老呢，拢都甲伊讲歹话，甲伊诽谤啦，要甲伊打倒。这人呢实在是无药可救。那以后这边呢，伊讲伊要来发心出家，要来出家好啊。迄当时阵呢，我那是甲伊接受起来，那就在临济时的所在呢，互伊来出家。出家我甲伊劝讲，你呢有这个领导佛教的发心，这是介好，但是你必须按部就班来。出家了，好好受戒，好好研究佛法，好好去修行。你安尼来去养成有学有德啊，有一天呢，你就当领导佛教。甲伊劝啊，敢若暂时有听，但是伊的野心太重，伊的俗心呢也太重。过无偌久呢，佫在变怪，佫在变样。但是呢，舞来舞去，这个长老呢根本无互伊打倒去。伊虽然是讲也出版一本杂志，佫乱骂，这个长老呢一个一个甲乱骂。但到最后呢，这个长老啊，无互伊打倒，伊本身先倒了。咱讲本身先倒呢，因为伊即款呢根本呢无人要插伊，也无学问，也无道德，只是骂人。所以到以后呢，就无法度在佛门中徛起了。那事实上，这也就是因为伊即个控告5万心，要来轻慢这长老啊，伊的罪业已经够啊，所以就无法度在佛门中徛起，以后就去社会去练，练到尾下呢，变成讲去拐诱人的良家妇女啊，就互人家判刑互人家掠去关以后呢，我那是在这个社会上伫遐伫流浪，结果呢，伊也无法度好来做出一番什么事业来。这是我看到的其中一个人所以咱呢对这个长老应该都要甲尊敬。假如讲当不当，就是要批评长老的歹话；当不当呢，就是要讲人歹。安尼完全呢，拢就是顺家己的福。这呢，对自己啊是只有迫害无益利。所以有我罪则生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甲咱开示。为什么要骂人？为什么他会要诽谤这长老呢？就是有一个恶入伫咧，以为讲我真了不起，而且伊有一个野心，认为讲我若将这长老甲骂咧，这长老若无人甲信仰，若花甲打倒，安尼呢，我呢可能就足侪人拢来尊敬我，大家拢要尊敬这长老呢，会依转对我的尊敬，安尼呢，我以后就有办法啦。但这款的想法，事实上是种异想天开。那就是讲，这呢，袂输伫咧做面盲共款。咱一个人要当互来领导佛教，必须本身有真的学问，本身有真的道德，本身呢有迄个人生的修养。咱呢开嘴批评人的话，安尼你这个口业已经都无迄个修养。那你无迄个修养，你哪有法度好来领导佛教呢？当然就无法度领导佛教。一边讲忘光学无比，这个忘光这个忘呢，甲无是同款意思。这个忘光甲迄个有我，这是一种对态。讲你若有一个我，罪就生了。你若当好来忘光呢，这个福呢就无比。这个忘光就是咱虽然有伫咧修行，但是呢，咱认为讲我伫咧修行，无以为讲有啥物款的功德。在《金刚经》原来讲若福德有实啦，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过，如来说得福德多。我讲假若这个福德，你若是以为讲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福德。安尼分呢，就无讲互这个福德真济，因为这个福德这个物件，
咱心肝底袂使咧存一个讲有福德存在。你用功修行，你无存一个有福德存在，安尼你即个福德才会当好得到正解。所以咱伫咧学佛修行爱忘功，就是将咱所修的呢，咱毋通家记在心内。即个忘会使咧用个下面嗰一个心，未记咧迄个忘来家解说也可以。就是讲我虽然是学佛修行，每一个伫咧用功，但是将我学佛修行用功即个代志呢，我拢家袂记咧了去啊，根本呢都无家记在心内。假定讲即位法达法师啊，伊上了3000部的《法华经》，在心肝底伊若拢家袂记哩啊，安尼啊，伊的福德呢就无比了。就是讲伊的即个福德呢，就真正济。也因为伊呢念念会记哩，我今仔去上一铺，明仔载上2铺，已经100铺啦，已经1000铺啦，已经2000铺啦。2990哇，已经3000铺了。也只敢呢，将伊所上经的这项代志，拢记在心内，记起非常非常的深。也那安尼呢，就是无忘功。无忘功这个所在呢，就变成有一个恶，就是讲有一个恶疾，有一个恶疾就生起旷功5万，安尼就是有罪过。在忘功迄个所在，这个福啊。才会当来得到不比。即嘛到这个所在，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对法达法师的开示。一面师有话念名什么？法法达，师曰法念名法达，何证达法？后说其曰。念经名法达，庆上未修业，空相但顺生。明心何菩萨，念经有缘故，我今为你说。但信复无言，莲花将求法。这个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啊。对这个法达法师的开示，这就是六祖啊，我再给勘破，就是讲进一步呢，我再将伊的旷功5万心给破掉。师有曰，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我再给问啦，讲念名什么？讲你的名号做啥物啊？因为伊毋知伊的法号啦，所以才问讲你的法号是啥物啊？讲法达，讲我的名呢，就是叫做讲做法达啦。讲你名法达啦，何证达法？讲你的名虽然叫做讲做法达，但是呢，你哪里有了达这个法呢？你将来就无了达迄个法。意思就是讲，你若是实实在在有了达法。就讲有实实在在有了解佛法，也那呢，无论是讲行住坐卧娱乐时中，拢会当好来确实实用功修行。这就是实实在在上境。要现主时呢，只是在这个文字上直直上，对当了解讲确实实啦，无了达到。真的妙法，尤其是在这部《法华经》内底有一篇名叫做《上不轻菩萨品》。这个上不轻菩萨品内底的这位上不轻菩萨，就是咱教主释迦牟尼佛的前身。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啦，伊做上不轻菩萨迄个时阵，无论看到什么人，就讲顶礼，讲我毋敢轻慢你，因为你会成佛，安尼讲拜。你看卖，那假定讲伊即个法达，若是有了解《妙法华经》的即个道理，伊就会当好体会上不轻菩萨的精神。伊呢就看到每一个人，会当家当作讲就是佛祖，家礼拜，
那咧当然会五体投地啦。哪有讲看到祖师，搁再毋肯五体投地咧？这呢，完全就不对啦。所以下面六祖慧能大师又搁再甲开示一番啦，讲后说其话。讲六祖慧能大师又搁再甲讲这个机，安那讲法呢？讲念经明发达，勤上未后业啦。空相但顺性，明心好菩萨。念经有言过，五经为你说。但信乎不言，莲花终求法。讲你现主时的名呢，叫做发达，也勤相未后业。这个业就是停止，后业就是讲停止。讲你安尼真正勤来上法华经，拢上无休困。我拄则讲了啦，一部法华经拢总7万几字。你若安尼认真甲上，毋是讲一工会当好上一部咧，爱几落工才法度来上一部法华经。一年上起来，互你较够上啦，上100部已经不得了了。要若安尼3000部呢，都爱上30年，拢逐工无休困一直上。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呢，我那甲伊讲你真正勤来上法华经，拢无休困。但是呢，空相但顺性呢，讲你若是这个空相只是呢顺性。这个顺性意思就是讲，只是随着迄个音声，也将迄个文字该上出来的意。啥物叫做空相呢？在破相论安尼讲，讲欲心无实啦，口相空明，三毒内尽，人我添益。讲假如你心呢无有实在，也喙呢来上迄个空名。所以意思就是讲，虽然是伫咧上。敢若上伫喙尾尔，都毋是发出伊内心来去上，来去做观想。这呢，就名叫做空相。这个空相在咱佛文中有一句会当来形容，讲做小沙弥念经有口无心。因为这小沙弥囡仔少岁细汉比如讲差不多7、8岁，或者是讲5、6岁。就去出家，就去做小沙弥。遐尼正少岁，你甲伊讲佛法，当然无容易讲会当真正深究了解。但是你教伊讲，这个经都爱去背，都爱去上，伊会晓背，会晓上啊。毋过伊是喙伫咧上，所以讲做小沙弥上经呢，是有口无心。伊在喙里上伊心肝底呢是无法度好去体会啦。无法度在心肝底去体会。上经的重要就是讲，一方面咱看迄个文字，也咱喙里甲伊上出来。但是更加较重要就是讲，咱爱随文作观，随着咱所上迄个经文爱去做观想，安尼才袂变成一种的空相单纯性。所以对于这个上经的方法，我在这个所在也摕来互咱各位做参考。那就是讲，咱上经毋通讲哇，我贪都爱上偌济，拄偌济。最要紧就是讲，你上的时阵，你会当确确实实来去体会迄个其中的道理，会当随文作观，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咱八节心经拢总只有260字，但是这260字的八节心经，你若会晓慢慢上，慢慢甲伊体会伊的道理。等于讲600卷的八节经，咱教主释迦牟尼佛22年，费了22年所讲的八节婆的道理你拢会当体会在心。也哪呢？你讲得无量。假如讲你无要去体会，虽然是讲600卷的八节经你摕来每一个甲上甲显，但是敢若喙上
心肝底根本呢无了解佛这意义啦。也若咧不如你讲真正虔诚，将你的心静落来，一心一意随文作观来上一部佛这心经的这款的功德。所以咱伫咧上经的时阵啊，最要紧就是当随文作观，毋是讲贪济。像这位法达法师，法华经遐大部一群上3000部啊，这当然是足无简单的代志。但是这3000部加上，若是讲要安尼随文作观慢慢啊上，我相信啊，法达法师呢，费了一生的时间，也无法度去上3000部出来。因为你随文作观，你必须慢慢啊上啊，才会当好观想出来，才会当好将内中的意义给体会出来啊。所以要紧呢，就是讲随文作观，慢慢啊上，毋通贪讲要上偌济拄偌济。所以空想但顺生啊，这是无意义。讲明心护菩萨，讲若是会当回来明心呢，这啊这名叫做菩萨。安尼叫做明心护菩萨。那这个明心护菩萨的意思，就是讲你不但是顺生图上，而且呢，爱将这个经的道理啊，明明白白在心中。这个明心就是讲，自这个经中的道理啊，真正明白，体会在心中。安尼呢，这啊就是名叫做菩萨啦。当然，这个明心护菩萨也会使你，搁进一步讲，叫做明心见性，才会使你叫做菩萨。但是明心见性，才会使叫做讲菩萨，好像对面顶这个意义呢，接来啊，无讲介顺，应该是第一种的解说，就是讲咱这方面上经，这方面呢爱来明白经中的道理，尤其是咱这部《法华经》呢，这我拄则讲了，这是一种的咱世尊的教化众生的方法论，就是教咱如何来行菩萨道，如何来去度化众生。所以你若是当将这部《法华经》的道理真正明白在你的心中，当然你就会依照《法华经》内底所甲咱指示啊，来做一个菩萨，来去发心，来去教化。所以明心护菩萨应该就是约这个讲，对这部经的道理，明白在心中，安尼名叫做讲菩萨。安尼解说法呢，应该是较正确。最恳切听众，咱今日这部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的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